后来乡亲迎接新年，嘛爱好好看顾家己的身体。第3阶段公费疫苗开始做了，50岁以上慢性病患甲有身的太太，拢是这波的对象。符合资格乡亲爱到医疗院所去做流感的预防针。另外，这个肺炎的疫情最近嘛咧上升，中国武汉传出27例肺炎的病例。提醒最近为中国武汉返来台湾的民众，若是有发烧、有嗽的症头，一定爱去病院检查。好 ，OK。一个接一个排队等检查，后生带妈妈看护女长者来做疫苗。2020第一天会记提升自我防护力，第3阶段公费流感疫苗开始做，50岁以上的成年人、慢性病患者、有身的人，也有 BMI 超过30的拢会使做。有不少民众一透早8点就来等啊。因为担心现在流感的那个蔓延好像比较严重，所以说希望有点预防的效果。有带小孩，我必须也要保护我自己啊，不然我们家还有老人。除了流感进入流行期，肺炎的疫情嘛升悬。中国武汉传出27例肺炎病例，尤其台湾甲中国旅客来往较接，疾管署唔敢待。这些人主要是产生发烧的一些症状，那少数人有呼吸困难、肺炎这些症状。那这些的病例呢，他们都已经跟他采取隔离。那对于这项讯息，我们是高度重视除了跟对岸进行查证之外，那同时我们也跟世界卫生组织查询。通常咳嗽是最常见的一个表征，然后再来就是胸痛、胸闷、喘，可能在你有明显的症状之前，或者你发烧之前，其实它就可能透过飞沫甚至透过空气来做一个传染。为了防止疫情，疾管署紧急启动应变机制，针对中国武汉直航入境的班机进行定期检疫，嘛提醒最近有前往中国武汉的旅客，回台10天内，若是有发烧或者是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症状，爱马上就医。